大家好，我係阿婷。今次我會帶大家嚟一場為期2個星期嘅日本中部旅行。我哋會一齊搭 JR 去到名古屋、犬山、下呂、飛驒古村、立山黑部、松本、伊勢、馬鈴宿、妻龍宿、高山、白川鄉，然後同大家分享我喺交通、住宿、行程規劃嘅安排同埋預算。呢一集我哋會由香港機場開始，帶大家去到名古屋國際機場，然之後再去到犬山城。咁我哋而家就開始啦。朝頭早去到香港國際機場之後，我哋就將啲行李拎咗去機艙，然之後呢就去咗禁區食早餐。今次呢，我就用咗呢個信用卡優惠，去到位於香港機場 T1 航廈同埋呢個衛星航廈之間天際走廊嘅 Interforce 天際酒吧，點咗一個煙三文魚炒滑蛋牛角包配香腸同沙律嘅早餐。另外呢，跟餐附送咗一杯橙汁 cocktail 同埋紅茶。咁我最中意嘅呢，就係佢哋嘅牛角包，外層口感鬆脆，內層呢就好柔軟嘅，配搭煙三文魚、炒滑蛋同埋香腸嘅組合呢，咁就口感豐富，而且味道好好。橙汁 cocktail 嘅味道偏甜，似係果汁呢多過調酒。紅茶味道香醇，我就覺得相當唔錯。成個早餐嘅份量呢都唔細嘅，食完之後都幾有飽足感。再加上呢，餐廳環境舒適，觀景開揚，你係可以一邊喺度食嘢，一邊睇住飛機升降，好適合好悠閒咁樣去享受下。我最後呢係喺度坐到登機時間到咗先至離開。落咗機之後過關嘅速度相當之快，機場嘅旅客呢其實就唔多嘅，因為今次搭嘅係廉航，所以飛機呢係喺 T2 降落。出市區的話呢，就要先行20分鐘。或者咧去搭呢個機場轉駁巴士翻返去 T1，翻返去第一航廈之後呢，我哋就可以搭車出發去翻名古屋市中心。今次呢，我就選擇咗搭呢個名鐵特急咧翻返去市區。坐非指定席的話呢，票價就係980 yen， 35分鐘左右呢就可以去到名古屋站。好處呢就係班次密集，性價比咧相當之高。缺點呢就係座位比較窄，冇行李架。將行李放咗喺酒店之後，我就即刻趕咗去獅子園食晚餐。呢一間拉麵店係連本地人都會走嚟排隊。由2019年起呢，佢每年都會入選塔貝洛嘅百名店，評分呢高達3.75。排咗1個鐘頭隊，終於可以入去點餐。我一入到去呢，即刻點咗個白湯拉麵配呢個特別拼盤嘅套餐，然後呢，拉麵亦都加量咗1.5倍，另外仲叫多咗一個隻燒叉燒檔。拉麵嘅湯底用咗豬骨、雞、蔬菜、昆布同各種海產熬製而成。個麵呢係用咗北海道產嘅小麥去整，個麵呢非常之彈牙。沾滿晒湯汁之後嘅味道呢，更加係非常之好食。拉麵入邊嘅雞胸肉呢，肉質好嫩滑，而且呢用咗胡椒去增加個風味。另外呢，佢個叉燒呢就係慢煮而成嘅。叉燒檔入邊嘅醬汁呢，口味就偏甜，咁我個人呢就幾中意嘅。佢個叉燒肉呢係層層分明嘅五花腩，入口即溶，但係我個人就覺得有少少偏油膩。特別拼盤入邊有白湯拉麵嘅雞胸肉同叉燒。仲有一隻半熟玉子、土豆沙律、烤雞肉、蝦肉沙律。拼盤嘅食物素質相當之好，但係呢個人就覺得個蝦肉沙律嘅表現呢就相對平庸。晚餐之後呢，就去咗便利店買咗個全新推出嘅焦糖膠質布丁塔雪糕，吉士味嘅雪糕配埋個餅皮，面頭仲有一層微苦嘅流心焦糖醬，有機會一定要買嚟試下。呢一晚我哋入住嘅係名古屋錦日航都市酒店。今次嘅旅行我哋會環繞日本中部一個圈，所以呢，兜完一圈翻名古屋之後，我哋亦都會再次入住翻呢一間酒店。休息咗一晚，第2日我哋一早呢就搞 check out， 然之後呢就出發去犬山市。由犬山站出咗嚟之後呢，好容易就會揾到寄存行李嘅 locker。放低咗行李，我哋就開始向犬山城前進。因為時間仲好早，所以街上面呢其實冇乜行人嘅。咁我就成功影到唔少古色古香嘅無人街景。
喺犬山城開放之前呢，我就先去咗三光稻荷神社參拜。如果想要祈求財運、事業運同埋戀愛運呢，都可以過嚟呢度拜一拜。神社入邊呢，仲有一個小型嘅千本鳥居，有唔少旅客呢都會過嚟打卡影相。沿路一路向上行呢，就係犬山城。喺呢度溫馨提醒一下，如果係行動唔方便嘅人呢，其實就真係唔建議佢哋入去犬山城內參觀，因為呢，喺城入邊呢，除咗你哋對室外鞋之外呢，仲有好多好斜嘅樓梯。好似我呢種有做開運動啦，自認為體力唔差嘅遊客呢，去到嘅時候上落樓梯都要好小心。喺上落樓梯期間呢，我甚至完全唔夠膽單手攞住相機去做拍攝。犬山城嘅御城印呢係冇辦法喺城內買嘅，我哋要去到犬山城觀光案內所嗰度買。買咗御城印之後，就可以用案內所入邊提供嘅科學毛筆，自己寫返參觀嘅日期。年輪蛋糕呢家嘢係咪一個手信？犬山城下町呢一間糕點店嘅米製年輪蛋糕呢，非常之好食。甜食愛好者係絕對唔可以錯過。我喺呢度呢，就將佢 Top 2嘅年輪蛋糕，分別就係呢一個玄米年輪蛋糕同埋白米年輪蛋糕，各自買咗一個拎返香港自己食。玄米年輪蛋糕呢，口感就比較紮實，白米年輪蛋糕呢，個口感就較為柔軟，比較接近一般嘅年輪蛋糕。呢一間鋪頭呢，係主打現磨、現打、現煮嘅手工製作蕎麥麵，咁佢就會跟餐附上呢個可以續杯嘅蕎麥麵湯，食客可以現磨新鮮嘅 wasabi， 佢個湯汁加埋 wasabi 呢，非常之好食。個麵你睇得出呢係人手切嘅，而且呢，佢粗細適中，入口順滑，麵質係好彈牙嘅，有明顯嘅蕎麥香氣，同一般我哋喺超級市場買用機器整嘅蕎麥麵嘅口感呢，係明顯唔一樣。我另外呢，亦點多咗一個天婦羅拼盤。天婦羅嘅麵衣呢，又薄又脆，而且呢冇乜油益味。食得落的話呢，不妨嗌嚟試下。食完正餐呢，就要去食小食。呢一間鋪頭呢，個裝修比較低調，店入邊呢，就有提供座位俾你喺入邊食，仲可以呢現場睇店員去烤香魚。呢一間鋪頭嘅鹽燒香魚呢，非常之好食。啲魚肉呢係新鮮冇腥味，成條魚呢係外酥內軟，肉好多啦，而且好肥美，好香甜。最後呢，我將包括魚頭、魚尾、魚骨成條魚呢一啲都冇浪費，全部食晒。咁我喺城下町呢，亦幫襯咗一間食五平餅嘅鋪頭，名呢我就唔提啦，但係佢哋嘅五平餅非常之難食。咁如果想食好食嘅五平餅呢，我喺之後嘅影片呢會有其他鋪頭去介紹。玉冰味嘅飛驒牛壽司呢，係好多到訪犬山城嘅遊客呢都會去食嘅小食。我個人覺得呢，可以用1000yen嘅價格呢食到飛驒牛係唔錯嘅。但係如果你本身食量唔大，再加上行程本身呢有安排到食更加高級嘅飛驒牛的話呢，其實呢就唔一定要嘗試佢嘅飛驒牛壽司。舊基報家係採用咗江戶末期建築樣式嘅傳統商家建築，成個基報家呢就佔地好大，咁佢整體呢係長同深嘅，主要係由正房、中庭、後堂同埋幾個土牆倉庫組成，咁就係呢個國家註冊有形文化財產。昭和橫丁呢度呢就聚集咗好多間昭和風嘅小店，入邊就有炸物、烤物、啤酒、甜品、飲品、各種嘅玩具同埋雜貨。另外亦有好多適合影相嘅角落，就好似有日式燈籠、老式海報同埋廣告板、鳥居造景、公共電話亭同埋呢個巴士站。
行完犬山城下町，時間就嚟到下晝2點左右。咁我哋呢就開始移動去下一個目的地下呂。由犬山出發去到下呂呢，比喺由名古屋出發呢要複雜。再加上我去嘅時候呢，飛驒號出現咗班次變動，我就由犬山站出發，搭名古屋鐵路去到新堤沼嘅名鐵站，之後呢就行到去新堤沼嘅 JR 站，然後再轉搭 JR 去到美濃太田。最後就喺美濃太田搭飛驒號去下呂。因為班次變動嘅關係呢個過程我唔可以搭遲任何一班車，如果唔係呢，等下一班車嘅時間呢，最少要需要1個鐘。呢2日呢，可以話係今次呢個旅程嘅熱身。下一集我哋會到下呂住溫泉酒店去食呢個會席料理，亦會帶大家去到下呂溫泉街睇下有啲咩好食好玩嘅。今次嘅中部自由行，我會盡可能將我嘅行程同埋使費呢都同大家 share。鍾意的話呢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 我嘅 channel。咁我哋下一集見，拜拜。